大家好，歡迎收睇今集嘅奶茶西多士。林木今集想講下 Labubu 嘅潮流點解退得咁快？死因又係點解？之後仲會唔會再創高峰？本集將會俾你一個答案，千祈唔好錯過。近年流行嘅 IP Labubu 最近俾大行唱淡，話擔心失去稀缺性，令價值下降。根據德銀嘅報告表示，為咗滿足激增嘅需求，Labubu 嘅生產商嘅產能由上半年大約每個月1000萬隻，增加到年底月均5000萬隻。由於呢個 IP 主要係依靠款式好特別同長期缺貨作為銷售嘅策略，如果增加產能，令市場太多貨，往往都係適得其反。加上市場憂慮，消費者對於 Labubu 已經產生時尚疲勞，產品嘅吸引力已經下降。所以睇淡 Labubu 嘅擁有者泡泡瑪特嘅評級，而股價早2日仲插咗9%。德銀個報告仲指出，自從今年8月以嚟，Labubu 同其他熱門嘅 IP 喺市場上面嘅日價呈現下跌。以 Labubu 隱藏款為例，日價縮水嘅幅度超過50%，而 Labubu 3.0同埋4.0嘅常規款，喺二手平台嘅價錢已經跌低過官方零售價。當中 Labubu 3.0嘅價錢由高峰期下挫81%，你都唔好話唔誇張。所以 Labubu 嘅愛好收藏者依家可以用零售價喺電商平台買到貨，搞到囤貨嘅需求瞬間消失，繼而影響咗第一市場嘅銷量。林木今集就係想拆解點解 Labubu 嘅光環咁快消失。第一個原因就係每樣產品都會有佢嘅生命週期。喺 marketing 嘅 terms 就叫做 product life cycle， 而 Labubu 嘅生命週期就係源自於佢用盲盒呢個方法創造稀有性。盲盒嘅意思就係包裝係密封嘅，你唔拆開個包裝就唔知道裏面嗰款公仔係邊一款。如果你想集齊完整嘅系列，你就可能需要以倍數計去購買呢個產品，繼而增加購買量。想當年玩得最叻呢個銷售方法嘅就係麥當勞嘅 Hello Kitty 系列。喺1999年，麥當勞推出咗 Hello Kitty 公仔系列，以贈品嘅方式換取。每次你購買一個套餐，麥當勞就會送一個 Hello Kitty 俾你。但係公仔嘅款式係喺某個時段隨意推出，所以你有機會買到嘅公仔未必係你想要嘅。你需要集齊一個完整嘅 collection， 就要買多好多個麥當勞餐先得。由於銷售大增，所以想當年有顧問公司建議麥當勞應該將主要銷售嘅產品由快餐食品改變為贈品或者玩具。當然麥當勞好清楚買餐送贈品或者玩具只係市場銷售嘅一種方法，並唔可以長期進行。原因就係顧客唔會不斷去買同一款嘅公仔，當滿足感同新鮮感減退嘅時候就應該停止。Labubu 開始嘅銷售手法其實就好接近麥當勞送 Hello Kitty， 只不過佢係將贈品變做直接銷售嘅產品。其實呢個方法係有幾個缺點。第一就係冇一個持續性，當顧客對產品嘅意欲降低，銷量就會下跌。尤其係潮流產品，個價值只不過係對個人身份嘅表達，即係如果擁有呢件潮物，就代表你係潮流裏面。但當潮流一過，價值就會大大減低。第二，產品本身冇稀有性。Labubu 本身用嘅係非常普通嘅生產物料，例如塑膠。由於物料係非常之普通，生產成本又低，所以嚴格嚟講係冇一個保值嘅能力。第三，Labubu 嘅定位有問題。究竟大家應該當 Labubu 係 collection 定係潮流飾物？呢樣嘢係好唔清晰。如果你當做潮流飾物，咁 Labubu 嘅功能性就偏低。原因就係產品本身唔能夠好似其他時裝或者潮流飾物咁，俾個物主長時間佩戴喺身上。如果你當做 collection， 咁每個月幾千萬隻嘅產能就大大減低咗 collection 嘅價值。所以 Labubu 如果沿用而家嘅銷售策略，銷量只會每況愈下。不論泡泡瑪特推出幾多款唔同嘅產品或者尺寸，
都應該挽回唔到被淘汰嘅局面。咁點先可以繼續利用呢個 IP 去產生盈利？首先，泡泡瑪特應該將產品分為幾個檔次，最高檔次嘅就應該係收藏版本。呢個版本需要用貴金屬加上精湛嘅手工藝生產，以反映出檔次嘅價值。數量亦唔可以太多，否則就發展唔到品牌嘅效應。第二個檔次就係依家泡泡瑪特生產嘅公仔，主要係靠銷量帶動營業額，亦都應該係公司主要嘅收入來源。另外，泡泡瑪特應該仲要發展埋授權嘅副產品，例如文具、書包、服飾，甚至乎動畫。除咗可以收到版權費之外，仲可以保持產品嘅知名度同忠誠度。希望泡泡瑪特趁立布布熱潮未去到全部減退之前，可以改變銷售策略。講到尾，立布布已經唔可以用舊有嘅銷售方法去賺取唔合理嘅毛利。根據市場嘅經驗，產品咁樣做就好快被遺忘同淘汰。好啦，今集講咗咁多先。如果喜歡呢段片嘅朋友，希望你可以 subscribe、share 同埋 like。下次再見。